台湾高铁两党拢会办一届应变技术的演训，今年是头一摆来公开哦。嘛，动员300外个高铁员工来举办13项的比赛，有去落落去画大卡的物件，也是对沙包的比赛哦。咱做伙来看卖。他决定捡起的是帽子，帽子有一点难度，那么他也非常快速的捡起到相关位置。活台下骹有真侪物件，地鼓、衫裤甲帽仔，高铁人员赶紧用棍仔将物件提起来，去后壁饲计时器，比赛就结束。这是台湾高铁举办演练训练，看起来真趣味。今年唔但有捡物件比赛，阁有用消防水带将球拍落来，甲堆沙包等等，拢总13项。每一位员工的操作流程真熟手，平常因若是拄到各种状况，拢会当做好准备。可以在现场与其他车站的同仁教学观摩，那并且学习其他人捡拾技巧。那在我们后续在日常生活中工作的时候，能够缩短作业的时间。交叉堆叠的方式，然后让这个沙包的间隙可以比较小，那达到一个防水防洪追加的状态。台湾高铁为2021年开始，每2党就举办一摆应变技术综合演训。今年动员北中南300外名员工，有消防、工程、工管等等无共面向演练。随网比赛干那一天，未来台湾高铁的讨论检视甲修正，安怎做才会当因应各种灾害。演练只是一时，更重要是应该时时检视各项现行应变的 SOP 是否有效，来进一步发掘潜在的风险。台湾高铁表示，常常有民众物件落落去活台骹，民众爱先通知高铁人员，千万唔通家己去捡，除了会有危险，阁有可能会违法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